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11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怡芝。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台湾产销协 OC 第2届交保检方提出控告，反映撤销裁定发回第2，今仔日开第3届亚庭。维珍集团董事长吴明达甲伊的司机，昨在台北一间三温暖的门口互开枪，向犯犯案了后，就随去自首。台南南市区议会理事长林树杰被枪杀，目前伫嫌犯的车找到一个喙案，比对 DNA 锁定一个有案底嫌犯。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前海基会董事长郑文灿伫桃园市场的任代涉嫌乌西。第2届交保时，检方提出控告，法院昨暝撤销裁定，发回桃园第2，所以今仔日下晡2点是召开第3届羁押庭。那民众党黄国昌亚康大塑集团的前顾问廖俊雄，若对郑文灿洗后手，搁直接找总统府来定情，要甲农地划入去国家重大经济建设。针对这个指控，总统府和行政院拢已经反驳。前海基会董事长郑文灿涉嫌伫桃园市场任内收乌西钱，当摆交保时，检方提出控告，故意查查暗撤销原裁定，发回桃园第2经裁。在下昼2点，第3摆召开羁押庭。当时，民众党团总调黄国昌提出相关公文指控，目前方羁押大塑集团前顾问廖俊雄涉嫌乌西郑文灿了后，更加直接找总统府定情，一路交办予行政院、经济部、内政部，要将农地划入国家重大经济建设。总统府那边下条子，行政院那时候的秘书长卓荣泰也下条子，这一种从地方到中央一条龙的服务，帮特定的权贵变更地目，这件事情绝对不是郑文灿一个人就可以独立完成的。对此，总统府发声明反驳，指出各界所提出的建言，总统府已定书函转予相关单位已经真侪年，无任何不法。佮表示，若有任何违法事情，欢迎提出证据交予司法检办。行政院也回击，对看文公告书的无限剧本感觉不体甲遗憾。华雅案从民国102年当时送到内政部都委会的时候，我查阅了所有的会议记录，从来没有同意过也就是说从来没有共识过。具体的个案，任何人在这个时候发表评论都是不适当的。检察官办案一定是看当时的证据能不能构成这个犯罪，绝对不是任何政治力或什么可以干预的。外界也观察郑文灿案，捌伫现任北检检察长王俊立，迄当时担任桃检检察长期间，2摆签结，经过7年。法务部处长施锡祥强调，检察官依法办案，未受到政治的干预，证据到倒位就查到倒位。记者综合报道。宪法法庭昨将对这立法院的职权受罚释宪暂时处分召开准备庭书。不过，国民党提出质疑，讲专案未受理到开庭，这庭书无对等，准备的时间无够，而且大法官的心内早就有判断啊。那民进党是批评南北两党，家己开庭的时阵讲话讲无好，即马佮翻头侮辱大法官。国会职权修法，各政党甲中机关派代表伫宪法法庭针对暂时处分展开激烈的论战。这场释宪的热身战，准备庭书才拄啊落幕，即马战线搁再延长，拉令两党11持续互相对下。右手边的席座位上面，他们前面2排是坐满的，而我们呢却只有6位。我们一个机关要面对4个机关的围殴，总统府根本还没有行使实质的行使这个职权。所以哪有什么汉格之处？这个机关根本在释宪上根本就是申请释宪上就是不适格，按照许宗力以前的标准。国民党用渐渐条例激励控诉以前申请释宪，大法官会议拖8个月才裁定无受理，这届唔拿快速处理，准备时间不足，这个大法官早就有心情做提问，开庭只是行一个过场。大法官在问的时候答也答不出来，有机会让你讲不好好讲。然后呢，回到立法院来，开始就想要斗臭大法官。蓝白的机关代表不断的跟大法官去说，我们这个法案没有即刻的危险。今天我们经济委员会就大辣辣的直接
把极客危险上演。民进党回应，事先准备时间双方拢同款。国民党的讲法真奇怪，嘛摕超输的加两案做例，强调检调还搁伫侦办，按照司法的内容，袂使行使调查权。啊，毋过那边两党真强势成立调查小组，看暂时处分什么时阵裁决是也未公布。国会职权修法释宪会伫8月初6召开研书辩论庭，立法院9月开议。毋过伫结果出来进前，调野的论战见会还搁伫烧炭。记者综合报道。去年国内欠卵，超市公司进口巴西卵，所逼出乌西甲过期的争议。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决定要照立法院的职权行使法成立专案小组来调查。不过，在职权行使法还搁咧释宪，民进党的立委就批评这款做法是违法嘛违宪。为了调查去年进口鸡卵的争议，国民党立委立法院经济委员会调委杨庆英7月11日安排讨论成立有关进口鸡卵执行情形调查专案小组，甲运作要点草案会议。国民党立委表示，小组毋但是要调查超输的卵，阁要调查所有的进口卵。上架到市场，然后发生就是腐败等等的现象，我们也希望说让所有国人朋友都可以了解清楚。会议一个开始，先由5位民进党立委轮流发言。立法院职权行使法还搁咧释宪，这个时阵成立调查小组，恐惊有违宪的记录。就算照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46条之2，裁判确定进前的诉讼案件，针对伊的处理甲惯证，立法院袂当行使调查权，而且强调进口鸡卵的争议有真侪地检署的调查，立法院搁再插手，就是违反家己立的法。要扩权的也是你们，说要行使调查权也是你们。通过这个法以后，首先要带头违法的也是你们，滑天下之大稽啊！白白吼要办案，你未比检察官较好办案啦，袂讲较无强咧回收啦。所以我们立法委员，我们干嘛要把自己扩权？在野党立委呼吁民进党立委唔通搁再阻挡，人民需要的是真相。要清楚当初怎么接上线啊？没有官商勾结，这个不用查吗？给人民真相，为什么不查呢？这样对得起人民吗？调野立委伫委员会一句来一句去，民进党立委强调成立调查小组违法佮违宪，检调甲监察院拢已经咧调查。国民党立委是批评唔知影民进党咧动啥货，若准无犯法就唔免惊调查。最后，民进党立委是退席抗议，主席宣布通过成立调查小组。记者综合报道。基隆市长谢国良的罢免案正在进行联署，国民党是赶紧消停要反罢免。台北市长周万安、新北市长侯友宜、甲桃园市长张善政早起和谢国良徛公台，要参加检讨论坛，用行动支持谢国良。推行我的减碳哲学。基隆乡巴通县市首长兰德港台做伙完成导读，推出减碳加金铺啊，鼓励民众坐列文书。不过外界焦点是跳梁罢免案的基隆市长谢国良。国民党已经要加强反罢免的做法。对这代志，台北周万安、新北侯友宜、桃园张善政3个县市长10日做伙挺谢国良。我想我们都看到基隆在往好的方面改变，所以如果是为了罢免而罢免，我想这样的操作是对台湾的民主是伤害。其实谢国良的表现大家有目共睹，我相信大家在努力底下，人民一定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判断。谢国良加油！国良市长他在基隆市长任内所作所为，都是在捍卫基隆市民的权益。谢国良也用施政成绩单向市民表达，包括基隆有一半的通勤族，超过3万人伫使用交通月票等。不过基隆市政府甲 NET 东华商场产权争议无解决，谢国良可能批评伫讲白贼。非常感谢3位市长对于基隆市政大家通力合作的一个关心跟关怀。现阶段仍然是以基北北桃联合施政。罢免案都还未定案，谢国良把重点放伫联合施政，答应会持续推出政策，让基隆市民更较有感觉。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中庆北路天龙3温暖的门口口，昨夜暗暝发生枪案，有一个姓皮的嫌犯伫电话卡向威进集团的董事长吴明达，佮伊的司机开枪。嫌犯犯案了后，有随炸枪甲枪支去派出所自首。
7尾仔5點外，台北市中慶北路天龍3分鐘頭前，維珍集團董事長吳明達甲司機特別離開，一個穿烏衫牛仔褲查甫人趕緊向前，順着腳為後邊劃近，向兩個人連續開幾啊槍。嫌犯自行開車到現場，遇到被害人之後持槍向被害人開槍，現場2名男子受傷。開槍的人是33歲姓平查甫人，伊佇犯案了後，揸一支槍甲11粒槍子到台北市聯合派出所投案。嫌犯講家己經營咖啡店，不滿互吳明達討保護費。按過吳明達講無熟悉，最近也無甲別人結怨。本分局持續清查相關的犯案動機及犯案的經過，來現犯案的一個動線，還有使用車輛等等的一個狀況，使用大數據、調閱監視器等等的一個方法來釐清他的相關的一個犯案的一個經過。警方在案發現場扣到5粒的槍支殼，吳明達倒手掌和槍支穿過。倒腳也互槍大傷，司機的正腳也互槍彈到，粉碎性骨折。上台北馬街急救了後，暗時轉台北榮總治療休養。記者綜合報道。台南南市區議會理事長林士傑8日被槍殺，專案小組發現嫌犯當中換過3台車，其中第2台車有找到一個喙罨，兄弟佇個喙罨頂懸發現 DNA 甲手痕。比對了後，警方鎖定一個有案底嫌犯的追查，案內海巡署嘛加強戒備，防止嫌犯偷渡出境。台南市立殯儀館警行廳，台南市區議會理事長林士傑的靈堂已經安排好勢，加上兩真低調。在透早，民進黨立委郭國文、林俊憲攏有來念香。台南市區議會理事長林士傑向槍殺，到達第4天啊！警方辦案進度傳出重大突破，專案小組對嫌犯的第2台車頂懸有找到一塊喙罨，驗出微生物相關的證據，嘛比對出一個有案底可疑因素。的確是有在這個第2部車的這個裡面的地方採集到找到這個口罩，從口罩上面採到相關的些微的基證。DNA 指紋其實我們目前都還在比對當中。專案小組查作案的車輛來掠人，擴大調看監視器畫面，查到嫌犯逃亡去高雄以後，佫換第3台車，一路向南走往屏東方向。警方強調，目前已經擴大追查到中北部，不過嫌犯經過詳細測繪，佫換車切斷線索。檢方咧追查時，賣嚴防嫌犯偷渡出境，希望會當佇上短時間之內掠到人。這一個犯嫌的影像我們也有給這一個中部跟北部，像八斗子漁港那這個中部的海港還有機場，我們都把一些影像，其實在禮拜1、禮拜2，我們都早就已經給了相關的海巡單位，輸入重要的一個線索，然後嚴防他們偷渡。警方目前掌握到嫌犯有換2台車以上，各無共的交通工具，嘛無排除已經偷渡出境。目前專案小組除了繼續調查可能的涉案者，嘛有通報法務部、海巡等單位，加強機場、港口沿海地區的管制。記者綜合報道。國民黨的立委賴士葆拜三暗時賽車時，若像無小娘去弄到2個過路人。賴士葆昨佇立法院有會實咧，講迄天天色暗嘛，視線閣互 A 條炸掉咧，才會發生車禍。到底這 A 條是啥物？賽車的人要安怎做，才會當避免事故？今仔日解拍新聞，咱就請武興為咱細分明。劉輝，是主播。國民黨立委賴士葆賽車去弄到2個過路人，伊會實咧講是因為 A 條死角才會造成事故。每隻車禍攏是因為 A 條改着視線，到底 A 條是啥物？咱做來看。除了 A 條，也閣有 B 條甲 C 條。A 條、B 條、C 條，伊是規個。車若講要愛安全，要愛穩定，伊的結果，這3個部分就真要緊，這3個部分一定愛有力。也 A 條佇咧車的頭前玻璃甲頭前車門中間的條仔，號做 A 條；也 B 條是佇咧頭前車門甲後壁車門中間的條仔，號做 B 條；C 條是佇咧後壁玻璃甲後壁車門中間的條仔，號做 C 條。要是安怎賽車會拄到 A 條的死角？
这咱就要先讲 A 条作用是啥物 ？A 条作用就是讲啊，咱若来赛车，正经讲拄着车祸，像讲小龙啦、冰车啦，甚至讲车身链、轨仔链，这时阵 A 条就会当甲车经好调，防止驾驶舱来变形，来保护车内底的人，保护乘客。所以讲 A 条一定要有够用，绝对袂当伤过头设计。但是咱拄则有讲 ，A 条是伫咧车的头前，伫咧头前玻璃两边，这两支若爱有够用、有够粗，袂当伤过头设计，安尼就会造成讲。赛车的人，伊的视线会去互阻碍着，尤其是伫咧等弯的时阵，驾驶是看袂到 A 条后壁。阵讲迄个时阵 ，A 条后壁若有人伫咧遐，就真正有可能去弄着人来发生意外，也敢有法度避免 A 条所造成的死角。其实只要咱赛车的时，要转弯的时阵，身躯向头前，要头歪一个，看一下正边，看一下倒边，确认讲本地看无的所在有安全，才来转弯。也要到路口的时阵，车速唔好紧，爱豆豆来驶，才有够时间通反映讲路口敢有过路人咧行，掌握人甲车的状况，才知影讲当时好转弯。也咧转弯的时阵，爱甲车头驶去到路口的中心。甲车头驶去到路口的中心，再来挖，唔好测试过，也未到路口中心就挖，安尼讲角度啊会伤过头。那等到场面会袂赴应对，一定要用接近直角的方式来转弯，安尼才会当避免 A 条的死角，确保视线有完整。只要咱咧赛车豆豆赛的遵守规则，加注意身躯边人甲车的状况，针对部分的交通事故就会当来避免。以上就是今日解判新闻，甲时间交等个主播。是感谢吴鑫详细说明。再来看这诈骗案件抓袂离，来看台中有诈骗集团开一个文书的课，讲食的大拢有包，骗人来引头路，但摕到口罩了后，才搁甲人关起来。这是受害者家己走出来报警察才抓到人。另外，高雄一共是抓到7个车手，拢总有4件拢是投资诈骗案。求伫角落的被害人，互诈骗集团抓出来了后，准备坐车离开。警方探访抓到在场4名嫌犯，破了一个假证在的不法集团。包吃包住的文书工作为噱头，先诱骗被害人提供人头户，再予以拘禁。警方表示，这个集团以包遮包大的文书工课当作经济名义，骗取到求职者个人笑话了后，就甲人关起来。有被害者走去报警，这个集团才互抓到。伫咧高雄嘛，共款抓到真侪诈骗的车手。来到被害人徛在门口，本来约好双方面要交150万块的车手，看到警察赶紧走。嘛有另外一名女车手，甲已经互骗走81万现金的被害人约好，要搁再来交58万块。拄着卖货员警大声咧哀，诈骗真济，干那10号即天，高雄警方就抓到7名诈骗车手，查获5名诈欺面交车手。另外，针对辖内 ATM 提款机，采取高强度防治勤务。也同时查获2名正在超商 ATM 提款车手。警方表示，这7名车手牵涉的案件拢总有4件，手法拢是假投资真诈财，嘛提醒民众唔通过来相信会当趁真济钱、稳赚无赔这种诈骗案，才袂防骗去。记者王刘天明、赵权台中高雄报道。前13晚，桃园出动300个警察，针对 KTV 酒店、永盛馆等等的特定场所扩大专案调查，拢总抓到120个人违法在做黑的，有不少是外国人，甚至是有人是摕观光免签的护照来台湾做违法的代志。这个叫文文的人，伫网络顶刊信交易信息，大园分区警察去交易地点抓人，查护照时发现，这个摕观光免签证来台湾，看起来那像是查某人的泰国籍人士，护照顶头的性别是男性，并在其身上查获安非他命毒品0.93公克，全案依违反《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毒品防治条例》移送法办。这个咧非法卖身的29岁泰国跨性别人士，也已经奉照违反社会特殊维护法处罚。桃园分局也监控永盛馆收集证据，同款查到外籍违法卖身女性，包括7个泰国籍、3个越南籍，甲1个台湾籍。其中2家有暗中经营色情之状况，经完成搜证，于昨日进行查缉，共查获应招女子11名及客人3名，全案依法移请侦办。
进前桃园警方针对 KTV、酒店、休闲会馆、养生馆、甲学堂营业等特种行业含治安顾入场所扩大实施专案扫黄，一了调查到妨害风化案65件，非法卖身120人，也会继续强化网络巡逻，清查高风险社区大楼甲出租套房。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英国伦敦初九暗时发生命案，当中有3个人死亡。死者是英国广播公司 BBC 电台一个跑马评论员的母囝。警方伫咧查查是已经把这个26岁嫌犯抓起来。节目内容以体育新闻为主的英国 BBC 帝国电台直播台，家家户户拢知影的赛马评论员约翰·杭特，伫伦敦西北部小镇布许的徛家，初九暗时传出互歹人摕12弓走入去犯案。警方赶到现场，发现女主人甲2位查囝受重伤，血插插地，当场死亡。Sadly, despite their best efforts, the women, who are believed to be related, died a short time later at the scene. The victims are aged 25, 28 and 61. 警方甲25岁死者路易斯的前男朋友26岁克里夫特锁定做嫌犯。人员武装警察进行大规模的敲捕，结果初早下晡就伫克里夫特伊伫恩菲尔特镇徛家附近的墓园发现伊的行踪。警方甲伊送去病院治疗，不过无进一步说明嫌犯是安怎受伤，敢若讲警员无开任何一枪。Well, that's really the terrible thing, and you know. This is not something that happens in Bushey. We've never can't remember a murder in our rather quiet neck of the woods. 伫英国有12弓，并无需要申请许可，不过无正当的理由伫公开场所炸是违法的行为。内政部发言人会按照上新的审查结果来决定，敢要进一步管控12弓。这桩3死命案，互英国新闻圈拢惊一条。帝国电台伫互员工的通知内底，形容这桩意外，互人非常的冲击。表示会尽力来提供协助。同级的天空体育台伫社群媒体 X 大文表示，对这桩悲剧感觉非常的悲痛，并且向杭特甲伊的亲戚朋友致哀。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印度总理莫迪这2天访问罗西亚，和普丁会谈，要扩大经济贸易合作。莫迪佫去参观普丁的官舍，双方看起来是马子关系真好。美国伫咧烦恼，安尼是对于国际对罗西亚制裁会失去效果。印度总理莫迪访问莫斯科，初九甲普丁会谈了，举办俄罗斯最高任务勋章，两人达成共识，将会继续扩大伫咧核能、造船甲贸易领域的合作。莫迪进前发表演讲时阵讲，印俄两国的关系建立伫互相信任甲互相尊重的基础，也俄罗普丁的领导能力，两人交情正好。伫莫迪前一天到的时阵，接受邀请参观普丁的官舍，最近坐高尔夫球车，最近看美术表演就已经看会出来。莫迪这边出访时机正敏感，因为华府正伫咧举行北约峰会，讨论援乌抗俄。而且普丁接待莫迪的这一天，俄罗斯继续对乌克兰几座城市发动攻势，射到一间儿童病院，造成超过40人死亡。मानवता में विश्वास करने वाला हर व्यक्ति जब जानहानि होती है तो बहुत पीड़ित होता है, लेकिन उसमें भी जब मासूम बच्चों की कत्ल होती है, मासूम बच्चों को मरते हुए देखते हैं, तब हृदय छलनी हो जाता है और वो दर्द बहुत भयानक होता है। 莫迪虽然关心儿童伫咧战争受害问题，但佫无直接批评俄罗斯，只个人希望用和平化解冲突。印度并无加列西方制裁俄罗斯的行动，颠倒伫咧俄战争期间大量进口俄罗斯的石油。自冷战以来，俄罗斯一直拢是印度主要的武器供应国，对印度俄罗斯关系愈来愈紧密，互封锁俄罗斯的策略无法度达到效果，美国正担心。India is a strategic partner with whom we engage in full and frank dialogue, including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Russia. And so we also believe India's long-standing relationship with Russia gives it the ability to urge the president, President Putin, to end his brutal war. 有专家认为，印度甲俄罗斯交往虽然注重伫咧经济利益，但佫也是惊讲俄罗斯甲中国的关系愈来愈深化。所以莫迪这抓也想要诱发俄国甲中国互相对抗。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北约援助乌克兰的 F-16战机，目前正咧送去乌克兰的半岛。这批战机是为荷兰和丹麦出发的。
到目前为止，国际是拢总共买100架 F-16战机给乌克兰。由荷兰甲丹麦带头组成的战机联盟，援助美国制造 F-16战斗机予乌克兰，佮帮助乌军摕到战场空中优势计划。上新的消息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七日表示，第一批 F-16战机伫讲话时阵已經為荷蘭甲丹麥出發飛去烏克蘭。As we speak, the transfer of F-16 jets is underway, coming from Denmark, coming from the Netherlands, and those jets will be flying in the skies of Ukraine this summer to make sure that Ukraine can continue to effectively defend itself against the Russian aggression. 伊无进一步说明这批 F-16有偌济只。另外，挪威政府发声明表示，加入 F-16战机联盟会援助6只予乌克兰。目前各国援助 F-16已经接近100只，乌克兰估算需要至少128只，才能摕到空中优势。学者分析，俄罗斯可能更加积极攻击乌克兰安全 F-16基地，这点为过去2个月都无停过。乌克兰会更加需要防空系统来保护这战机。 Але цей план він буде тривати кілька місяців, поки ми набудемо наших льотних спроможностей. Ось щойно ми їх набудемо, ми відженемо їхні літаки, і терор закінчиться, його не буде. Але ці кілька місяців вони будуть такими, вони будуть дійсно важкими. 在华盛顿参加8月峰会，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也回应这讲法，表示希望伫热天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佮指出乌克兰需要另外7套爱国者系统来防卫。公司新闻陈慧珍报道。 韩国这几年因为全球暖化，地为人朋友。根据气象署的观测资料，南海到菲律宾东边海面，刷落来有可能会结风台，而且受到高压的影响，咱台湾未来1礼拜天气同款是晚到温度会升悬，过度会落雷公雨，而且这雨会更较集中伫山区。 日头赤炎炎，台北市科教观测站伫早起10点半，高温落来到35.5度。气象署预测，未来1礼拜全台湾拢是中昼前好天烧热，但是午后有机会出现雷雨。气象署发布高温的资讯，针对16县市拢发高温提醒，要注意36度以上的高温发生机会。午后热对流发展，也是会落雷阵雨。今天的话，主要的降雨区域比较偏向于在大台北。 然后山区宜兰花莲，也就是比较偏向于在北部跟东北部东部还有山区的位置。那是已经渐渐进入风台季，气象署观测，拜六以后，南海到菲律宾东方海面会转为有利热带系统发展的环境场。气象专家分析，综合欧洲加美国模式推测，13拜六开始，热带扰动的发展也有可能有风台形成的机会。13、14了后呢，要特别注意就是讲吼。 南海甲菲律宾东边这边可能有热带系统发展的这个机会。目前看起来这两个这个地区变风台的机会差不多2成到3成左右天气风险公司是预测南海的热带扰动会顺偏强的太平洋高压的边啊，往西北挖进中国到越南。因为即马季节已经大热，高压进一步向北偏甩的时阵，才有机会比较较挖进台湾。 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议员陈友成接到电情，讲台北市临时动物之家用帆布做犬舍的厝顶，最近天气热，这犬舍内底温度是降到超过40度。 这些犬猫它有平均这样子厚厚的皮，有些犬只，你能够想象穿着这样的毛皮衣、毛衣，在43度不到1到2平的狭窄空间里面生存4到5个小时吗？里面有装设很多那个电风扇，大型的电风扇来排除温度，将在日后那个帐篷上面会加盖黑色的帆布，就是做阻隔。 位外面会当看到用帆布搭厝顶的是临时收容犬咧住的所在，这涂骹有放几若台电风咧吹。议员批评临时收容的犬舍未通风、热佮湿，而且这帆布可能会漏水，害狗仔着皮肤病甚至是热衰竭。动物处表示，因会改善环境，保障动物的安全佮健康。 今仔日立法院外口是有动保团体针对全台湾4000万只卵鸡咧陈情，因为有超过8成的卵鸡拢是饲伫篮仔内底，农民为着要增加卵的产量，佫会挑工唔互家母食物件，手段是真粗残。动保团体是呼吁农业部甲立委要制定法令，改善卵鸡的处境。友善畜牧接轨国际，废除鸽子笼。
废除鸽子笼。大声喊口号，为全台湾挖近4000万只两鸡受到的苦楚来တင်情。立法院经委会11针对调查进口鸡卵的议题来讨论。动保团体是伫咧立法院外口为两鸡来请命，强调超过80%的两鸡拢用鸡仔笼来饲，互鸡母承受严重的压迫。动物福利的鸡蛋不应该有任何笼子。但是我想我们在台湾目前还是80%以上是鸽子笼，所以我们希望台湾目前能够先废除鸽子笼，至少先不要盖新的鸽子笼。动保团体强调讲，农业部伫咧鸡卵产销失去平衡的时阵，会然后也是加速鸡母汰换来做调整的手段。亲像去年欠卵的时阵，就要求农民把这鸡母先卖互因食，限制因的水量，强迫因换毛，逼这寡老鸡母继续生卵，实在是可毒。现在鸡蛋过剩的蛋价下跌至每公斤47.2元，我们又嫌母鸡太多，现在又要花上千万的补助去加速淘汰这些寡产母鸡，政府还是农民都应该要去适当的控制饲养数量。强制换羽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在蛋鸡产业国内的话，应该是行之多年。当然以现在动物福利的一个角度，这样的做法已经是不符合世界的一个潮流。那我们也持续的跟产业沟通。针对这款情形，农业部强调讲，农业部已经公告鸡卵友善生产系统的定义甲指南，提供予业者投入友善生产设施做参考，鼓励农民投入友善生产的行列。会透过产业转型的方式，改变鸡仔笼饲养的方式，兼顾农民甲消费者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去年台湾的猫仔甲狗仔宠物登记的数量是超过23万只，这比出世红鸭仔13万人是加真多。不过动物盘食品安全无亲像人咧食的有严格规范。今仔日到立法委员和专家学者开记者会，要推动宠物食品安全管理法。农业部表示，因也当咧规划年底进前都会提出完整的草案。今年4月份，有民众伫面册社团打本集齐家己的猫仔，因为食某品牌的饲料致使鸡血加过身，这饲宠物的民众真烦恼。5月份，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有民众提案制定宠物食品安全法规。即卖宠物食品并无严格法规规范，真侪民众拢靠对大品牌的信任感买饲料。会担心啊，就会看品牌。我们也不是专业的，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到底安全不安全呢、对不对？只要是这个狗它吃出不要有毛病，然后不要说拉肚子啊、干嘛啦，病多毛病多就好了。有立法委员参专家学者召开记者会，要推动宠物食品安全管理法。立法委员指出，宠物食品无亲像人咧食的物件有同款严格的规范，即马只靠动保法当中的3条条文做上低程度的规范。会有立专法规定宠物食品的成分含量标准标示明确，而且要有抽检机制等等规范。现在的我们已经发现有很多的进口的饲料也添加了中药，饲料上面的一个表示或者是警语有没有让消费者了解来把关？以整体这样的一个管理，它事实上是相较食品而言是一个比较低度的一个管理。部里面事实上也只是说动保司这个地方要针对宠物食品来订定一个专法。农业部动保署表示，会定宠物食品专法，目前正在处理草案架构，估计年底进前通提出完整草案，参社会沟通。伫立法进前会按照目前施行的动保法，伫会使做的范围维护宠物安全。记者郭文正准由台北报道。国军为7月初9到7月12这4天，伫屏东的三军联训基地举办练勇操演，有各种枪、炮、飞弹的射击训练。因为台海情势愈来愈紧张啊，都有学者是建议国军爱增加反制无人机的训练，提升防卫能力。反装甲武器标称飞弹飞过天边，拍中目标。国军初9到12伫屏东三军联训基地进行练勇演训。初早暗时，照明弹照光保利山顶管制区域。国军伫暗时进行机枪、飞弹等武器的射击训练。袂歹啊，三军而且拍爱训练啊，你无训练是哪有一个基本的功夫啊？对袂？咱时常爱训练呢。
居民早就习惯迫击的声音，在透早来到附近看，战术直升机伫空中飞。保利山三大山顶区域的山顶，伴着射击的声音，白色的弹着点出现大量的乌烟。技术操演是国军的固定训练项目，学者建议嘛会使应用精细增加其他项目。未来可以增加无人机的防治，例如说在保利山这里用无人机当靶机，测试干扰，或者是说硬杀用火力把它击落。这些是可以考量放进去的。连用演训了，续来就是汉光40号实兵演习。国防部进前强调，这是上接近实战的一摆演习。随着两岸关系愈来愈紧张，台湾除了伫国际上争取其他国家的支持，嘛透过内部演训强化国军的防卫能力。记者陈环宇、柯正俊屏东报道。宜兰有一间诊所的消防设备歹去半暝向单警报，为半暝2点连到半暝4点，拢无人来处理。甲附近的住户是吵到拢无法度困。目前诊所已经会室咧，讲会请人来修理。一间诊所火灾警报大响，呼吁所有人赶紧往安全门逃散。不过看现场无人，大门锁掉的，无火昏嘛无火。火灾警报半暝大响，吵到附近的居民，有民众惊一个将影片翕落来搭上网络。然后这个情况一路持续到大概3点4点，就我们下班前都还是有持续听到，所以就做这个录影的动作这样。民众讲，这间第宜兰的诊所消防警报为透早2点响到4点，拢无人去处理。一个开始想讲是火灾，实际去查看才发现讲是歹去。这个诊所是讲，因为火灾受信总机故障引起的，对造成附近住户的困扰感觉真犀利。这种问题嘛，凸显消防设备定期保养的重要性。甲类场所是每半年一次，乙类甲类以外就是甲类以外的场所就是每1年一次。像比方说医院安养中心旅馆，这个是甲类场所，每半年检修申报1次。根据各种场所消防安全设备的设置标准，病院、旅馆等各类场所每半年保养消防设备一届；公家机关、学校等一类场所每1年嘛都爱保养一届。有消防设备需服用，一定爱确实定期保养，才会当避免设备误报，去吵到消防人员甲民众。记者综合报道。4月初，花莲大地震，经济和观光拢受影响。为着要拼经济，花莲县府伫县内推出市场加倍券，予民众用现金100块换200块的消费券，希望这招会当振兴市场的生意。这是花莲市的中庆市场，以早伫中昼之前，人客人的到来景象已经无看的，款下的花皮声也变甲真少，就连上头的风云市场也同款。地震过了后3个月过去也是无法度恢复往日的盈景。最近这段期间的人潮有恢复吗？还没有，大概差多少？还在谷底啊。差8成啊，差8成啊，差8成啊。OK。你看，你来到现在有看到很多人？没有。地震了后，花莲的经济整体陷入困境，所以县府除了编列10亿要发振兴券，另外佫针对公私有市场推出加倍券方案，予民众用100块换200块物价的加倍券伫市场消费。第一波从这个7月19礼拜5、礼拜62天，我们就要在14个公民有市场。那如果你是早市的，就是8点到10点的这个时间来发券；那你如果是午市的，那就是在下午3点到5点这个时间来发券。市场加倍券的发放，互摊商看到希望，也毋过也有民众认为100块换200块伤少，更加希望唔通限制使用时间。这对一般家庭应该是很有帮助的，感觉也是不错啦。问题是，有人那个100块都掏不出来，哪有200块可以花？会觉得这个可以帮助你们这边增加人客，也增加收入。会啦。县府强调，筹集加倍券每人每日每市场限制兑换1摆，高只限这个市场使用，当日爱使用完无找钱，活动无分年纪国籍，拢会当参与兑换市场加倍券。记者综合报道。最近新冠肺炎等咧关卡，疾管署宣布要买疫苗，病毒株是选定 JN.1。不过，美国甲加拿大已经决定年底要注上新的 KP.2 疫苗。外界就提出质疑，是安怎咱台湾买疫苗永远都对袂着阵，万人一脚步。疾管署是回回讲，要选用 JN.1是参考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目前的制造商主要就是在美国嘛，当然是优先供应美国。
那其他的国家呢，通常要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会比美国政府晚一点。供货还是有个次序的，当然，另外就是价钱也是不一样嘛。选用JN.1最主要的原因是参考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建议 ，JN.1 呢能够产生有效的一个保护力，不管是对 KP2 也好，或是 KP3， 或是 JN.1， 或是其他的一个变异株。疾管署表示，国内外疫情 JN.1 拢是主要的病毒株 ，KP.2、KP.3 的变异株拢是为 JN.1 生出来的，所以这 JN.1 的疫苗对3种病毒株拢有保护力。另外，秋冬的新冠疫苗10月初1要开始注。疾管署表示，目标上无爱注2成，差不多是460万人。嘛希望60岁以上的注射率上无爱有4成，高风险族群就爱注2档。根据国健署上新的调查，这20岁到64岁的民众，每4个人内底都有1个人有代谢症候群。未来得到糖尿病或者是心血管疾病风险是一般人的2倍到6倍。国健署和健保署来推动这代谢症候群的防治计划，请医师提供民众专业的指导。2档外来已经有买2700间诊所加入计划，收案超过21万人。40外岁吴小姐平常时爱食胖甲含糖饮料，体重要升到65公斤 ，BMI 超标，一直到去年发现走路会喘，就医检查才知影着代谢症候群。后来伫医师建议之下，改变无健康的生活甲饮食习惯。今年的健康检查报告已经无过是红记记啊。走路会喘，觉得爬楼梯会喘。那今年就好一点，就是我是尽量说，变成说，如果能站的话，就尽量不要坐啦。根据国健署调查显示，20到64岁民众，每4个人都有1个人得到代谢症候群。判定标准包括3个加厉害，也都是血压、血糖、加血脂敢是偏悬，腰围敢是伤过粗，好的胆固醇敢是不足等等。只要5项中有符合3项，都有代谢症候群。未来得到糖尿病、心血管疾病风险是一般人的2到6倍。不健康的原因就是你需要很多的照料，需要很多人来帮忙，这个其实会造成所有台湾其他的我们的家人啊，亲朋好友一些很重大的负担。这个3高2害很简单，可是呢，要战胜它呢不简单，所以呢需要医病的同心，医病的努力。为了提升民众健康设定，国健署甲健保署合作推动全民健保代谢症候群防治计划，由医师提供民众专业指导，改善疾病。2年过来，已经有我2700间的诊所加入计划，收案超过21万人。希望民众拢会当战胜代谢症候群。记者综合报道。台中有一个野生动物保育员，伊咧做工课时，手指头无设置好饭时枪架着伤。医疗团队透过超音波甲电脑辅助的评分系统，判断讲应该爱及时来做手术来治疗，落尾顺利甲这手指头保掉咧。饭时枪身体压起来，呈现攻击的姿势，有先生提出抓狗尾来抓。伊从事野生动物保育员，日前所无说你伫咧工作中，捡饭时枪夹着正手的指头空喙又搁肿又搁痛，赶紧送往台中营总做血清。咬到大概5分钟，伤口就开始有点灼热感，所以自己就可以确定说，那应该是有中毒。差不多半小时以后吧，就是伤口其实就开始蛮疼痛的，然后到最后就是到手术前，就是基本上它已经很肿胀了。那肿胀到就是基本上就是你按压也会很痛。医用抓毒治疗需要带医观察3至5天，皮肤出现害死的时阵，才会展开清创。骹手的指头定定面临截肢的风险，但是台中营总自从利用超音波评估，结合电脑辅助评分系统，判断患者夹伤的部位、肿的程度、甲系统性的症状，伫咧优先性入院了9点钟就研判，爱及时以清创手术介入治疗，互伊保掉指头而且伫咧1个月了完全复原。预期这个病患是必须要接受手术，还有经过这个计算之后，其实我们统计起来，从过去眼镜蛇咬平均的清创次数大概是4次，到执行这个创新方法，平均清创的手术已经下降到2次，就是至少减低1半。根据卫福部健保资料库的统计，台湾每年去抓家伤大约3800多人。
这款的电脑辅助评分系统有助予患者亲从手术减半。2019年到今已经治好20个抓伤的民众。院方也提醒，去用抓假伤的时阵，爱会记得甲抓翕落来，解除传播手指、手表等物件，而且赶紧送医治疗。记者台中报道。伫中华职棒的选手摕到状元的选手张玉成，今仔日富邦悍将替伊举办嘉宾记者会。球团提供3档半，隆重价值9250万的合约，这创下中华职棒有史以来上大张的纪录。穿着悍将99号球衫，张育成正式加盟富邦悍将，球团是展现上大诚意，提供3.5年，总共9250万的合约。How about this? I'm ready to go. 我看到你太太嘴巴的笑都快合不拢了嘞。是超过原本江少庆创立中职上大合约纪录，平均月薪220万，嘛超过林志胜的120万。张育成是中职35年来上大合约、上高月薪的球员。遇到了很多挫折，遇到了很多受伤，但我们还是二话不说，决定回来。然后也很感谢总经理给我这么棒的合约。我身体状况是已经100%准备好明天的比赛，明天的战场。身体是100%准备好。张育成讲，以帮助球队赢球做目标。99号是致敬法官 Aaron Judge， 嘛因为9+9是国家队的后尾18号。听到家己的应援曲，张育成讲是真震撼。明仔载会伫咧新庄的主场来头一场比赛，球团是期待伊的加入提升实力。明年的选手毋是第一顺位。记者从新志明 SNG 小组台北报道。劳工爱有劳动意识，才会当维护家己的权益。全高总认为讲，虽然目前尊严劳动的概念已经有加入在各小学生的课程内底，不过也无够。全高总要求教育部劳动教育爱立法，透过教育开始做。学者林家豪嘛含全高总做伙出册，出一本简单好捌的劳动册，让劳动者知影安怎争取家己的权益。济济食头路人伫一场，唔知要安怎争取家己的权益，为着要互民众明白劳工的权益问题，正大法学院副教授林家豪老师以自身的专业，结合这13档所写过的专栏文章，用简单好捌的方式编做一本劳工权益有关系的册。我从不刻意的彰显单一答案，我必须告诉你，权利、法律代表的是冲突，冲突代表着利益，利益代表着解读。解读代表的立场，法律永远不会没有立场，这是我希望传达给大家的。全高总认为，目前教学的内容较少有甲劳动权益相关的课程，因嘛创意要求教育部将劳动教育立法，嘛要求劳动部爱共同来实行。我希望刚刚讲的5.1这件事情，还有我们的一个会务安全、工会法的一个会务假的部分，可以在今年把它实现。我也认为我们还有更多的进步空间。未来我也会再跟我们全教总做更多的搭配，希望可以在劳动的政策、劳动教育的推广、尊严劳动的理念上面，能够让这个社会更往前走。全高总表示，教育是国家的根，囡仔人应该自细汉就开始明白家己的权益。虽然目前尊严劳动的概念一定慢慢加入各校学生的课程，不过全国会认为也无够，应该更较全面性。记者伫阿选谢桂林台北报道。盐埕埔较早是高雄真闹热的所在，所以有真侪老厝留落来。高雄市府改造盐埕第一公有市场了后，今年阁推动老厝搬并的计划。市府出钱，甲厝的这外口拢翻新。头一间老厝已经修复好势啊，接落来后壁阁有12间等咧规划。来到高雄盐埕埔市街，看到这栋外观是柑仔色透天厝，顶管有拿线栏杆，看到真显白。这栋厝已经有64年，是厝主李先生阿爸留落来。老厝有侪侪回忆，会当看到掀落去的门、塔门拢是旧式的设计。阿爸老厝经过版面有无同风貌，其实厝主过去捌找别人来整修，不过拢讲爱拆掉顶用，因是真唔甘。结果啦，叫人来修缮哦，无法度
恢复原来风貌啦。你若处理表面规个电容台，就变做讲，这栋厝的迄个感觉、个回忆啊，吼，个以前的感情就拢不见了，吼安尼的情形就是阮的唔甘。除了李家老厝，盐埕埔有侪侪位日本时代留落来厝，毋过拢欠整理。文化局今年才会杀老厝满面，由市府出钱，干那将厝的外墙、泰路、窗门修复，才会当保留老厝原底的模样。嘛，因为拢是50年以上的老厝，修复上大的困难就是歹找原料，连工法嘛拢真讲究。讲至少50吨。所以讲，伊在找，咱在找迄种以早的建材材料的话，以早工法的话，其实拢较讲究。所以讲，材料部分寻找的话，拢较开时间。文化局表示讲，除了越南街的老厝，另外还有2栋老厝等咧施工，2栋已经咧设计，毛8栋已经摕到厝做同意书，陆续要来施工，毋望会当呈现盐埕埔的风华。记者钟义辉、傅昭勇高雄报道。天气报你知，这2天台湾各地头和偏乌、金门、马祖拢是侪云到好天。过到了后，各地头的山区、有大台北、东北部、东部地区会落雨讲好。若这2天的透早到早起，中南部嘛有机会会落30-38毫，东南部地区嘛有机会出现靠烧好的情形。提醒观众朋友都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做伙来关心今仔日下半晡的温度。北部地区31度到36度，中部地区31度到35度，南部地区31度到36度，东部地区30度到37度。华岛地区30度到33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下晡新闻，我是陈怡珍，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